學歷貶值嘅世代，當努力唔再保證未來。如果你相信教育應該係通往未來嘅，咁有一個報道好值得你去睇睇嘅，就係關於去年哈佛商學院畢業生嘅前途問題。佢哋嘅故事亦都係我哋呢個世代共同面對嘅現實。當努力唔再通往未來，2024年一項數據係震撼咗全球噶。哈佛商學院有23% 嘅畢業生喺畢業之後3個月都依然係失業。要知道呢啲唔係平庸嘅學生，而係通過層層嘅選拔，交咗超過20萬美金嘅學費嘅精英，而且佢哋好多都係來自根本係先天優越嘅家庭條件，擁有殊不簡單嘅人際網絡。過去社會嘅承諾就好清楚嘅，只要你努力讀書，考入名校，取得學位，咁未來就會自然展開噶啦。但係呢個承諾而家已經失效。唔止喺哈佛、美國，而係遍及英國、加拿大、亞洲，甚至全球，無數嘅年輕人照住規則咁行，但係依然企喺個門外邊。通往未來嘅門正在喺度慢慢咁樣改變咗佢嗰條鎖匙嘅形狀。今集 Coach 想回答一個好核心嘅問題：為乜嘢即使係最頂尖嘅年輕人，如今亦都揾唔到工做呢？而最重要嘅係呢個代表咗教育、工作同埋人類嘅價值究竟發生咗啲咩轉變呢？勞動市場並未死亡，而係過度擠擁。好多人都以為工作好難揾，係因為 AI 搶走咗人類嘅飯碗啦。但係呢個假設並唔係完全正確嘅。其實工作仍然係存在，甚至比以往更加多。美國勞工統計局嘅資料顯示，2022年全美國嘅職位空缺突破咗1220萬個，創咗歷史新高。咁即使喺2024至25年經濟放緩，職位空缺仍然係維持喺720至到880萬之間。呢個係遠高過疫情之前嘅水平噶。換句話講，企業其實係真係仲係招聘緊噶，市場係仍然有需求嘅。真正嘅問題唔係工作變少，而係人才太多。咁即係話個問題係在於競爭啦。喺美國而家嘅社會嚟講擁有大學學位嘅成年人已經係達到38至到40% 左右，遠較1990年代係倍增咗。然而當學歷變得普遍佢就唔再具備一個保證力啦。同時企業嘅標準亦都改變咗，學歷唔再等於能力。Google、IBM 呢啲企業開始取消硬性嘅學位要求，改為採取一種叫做 Skills First Hiring， 技能為先。因此今日嘅現實係工作仍然喺度，但係爭嘅人係多咗好多。大學學歷係仍然有價值，不過變為最低嘅門檻。求職唔再係憑個人嘅潛力，而係憑已經完成嘅成果、作品、經驗同埋啲證據。即係話踏入社會之前，已經要證明到自己係可以為僱主帶嚟一啲咩嘅效益同埋價值。咁呢個究竟係話有雞先定雞蛋先呢？真係好荒謬嗬！結果就一整個世代係變成咗學歷過高、經驗過低，而係被系統拒諸門外嘅。經驗嘅門檻，所謂初級職位已經唔屬於初學者啦。上一代嘅人記憶之中大學嘅畢業係象徵展開職業嘅生涯。企業願意培訓新人，佢哋睇潛力比履歷更加重要。但係今日職場嘅邏輯就係漸漸咁樣係改變咗，初級職位已經唔係再屬於冇經驗嘅人。越嚟越多佢哋話明係 entry level 嘅工作其實絕大部分呢啲咁嘅職位係列明咗要求2至3年嘅相關經驗，曾經完成一啲實習啦，熟悉專業嘅軟件，甚至能夠提交到一啲作品集噶。呢種現象被勞動市場研究稱之為經驗膨脹，即係話如果要揾工作就需要有經驗。但係經驗係必須來自先有工作呢個前設噶嘛。對於好多年輕人嚟講，問題係踏入職場嘅入口被抬得太高啦。Burning Glass Institute 同埋 Indeed Hiring Lab 嘅研究指出，企業逐漸唔願意培訓新人，
尤其 AI 正在喺度重塑工作嘅領域，數據分析、行銷、軟件開發、設計同埋媒體，企業喺呢啲方面呢，更加傾向直接僱用能夠即刻上手嘅中層嘅人才，而唔係投資喺未經培訓嘅畢業生。對於冇辦法承擔一啲冇薪嘅實習學生而言呢，呢條路又俾人 block 咗啦。佢哋既要讀書，又要揾工作為生，同時仲話要累積一啲職涯嘅作品。喺咁樣嘅環境之下，大學嘅學位已經唔係一張入場票啦，而係一個起點。佢只係代表你有資格參加競爭。真正打開門嘅人係嗰啲喺畢業前已經好似一個上班族嘅人咁樣，累積咗一啲 project 嘅經驗，刻意咁去經營自己嘅 LinkedIn profile， 有人脈、競賽、實習，建立社群嘅形象。即使係咁，亦都未必有人會睇你嘅履歷，因為越嚟越多人發現佢哋嘅努力行完晒所有嘅步驟，換嚟嘅都係一片沉默。科技讓投遞更加容易，卻令錄取變得更加難。科技原本應該係讓求職更加公平，如今只要有一部電腦、一份履歷，就能夠跨越城市同國界咁樣向全球去投遞你嘅求職啦。但係呢一份便利，亦都同時拆除咗職場最後嘅人性連結。昔日嘅求職，你要着翻件恤衫，揸住個履歷行入公司嗰度，親自去面對嘅主管。如今一切變為 virtual reality， 撳一撳 apply， 履歷就喺數秒之中傳到幾百間公司，而企業亦都喺數分鐘之內收到嚟自全球嘅幾百甚至幾千份申請。申請越係容易，競爭就變得越瘋狂啦。因為知道自己大概唔會俾人睇到噶，咁求職者呢就會遞更加多嘅申請，企業就被湮滅喺呢啲履歷嘅大海之中。為咗慳翻啲時間同埋人力，佢哋就會逼住用 Applicant Tracking System（ATS）， 即係自動嘅履歷篩選系統啦。成為招聘嘅第一門檻呢，往往亦都係最後一個。超過 99% Fortune 500嘅大企業呢，係使用 ATS 系統嚟做自動篩選履歷㗎。履歷係咪有被睇過呢？取決於係唔係用翻啱嘅關鍵字啲 keywords， 佢嘅格式係咪被機器讀得到，同埋係唔係能夠同職位空缺嗰個描述嘅語言係同一致啦。更加殘酷嘅係呢個系統只係理解資料嘅啫，佢淨係睇啲字格式同埋時間性，篩走咗嗰啲佢哋認為唔完美嘅申請人。過去嘅求職係人與人之間嘅信任，今日嘅求職係履歷同埋演算法之間嘅博弈。如果你認同招聘唔應該只係睇關鍵字，而係睇見人嘅話，歡迎你留言。好多大學支援學生求職嘅時候，亦都注重教佢哋點樣喺 AI 時代嘅履歷重新變得被閱讀到，即係過到個 ATS 嘅 scanning。所以我都可以準備一集深入解釋個中嘅技巧，歡迎你留言話我知有冇呢個需要。幽靈職位，當職場希望其實係唔存在嘅。喺呢個過度擠擁嘅求職市場之中呢，最令人挫敗嘅係發現原來有一啲工作根本一開始就唔存在嘅。近年越嚟越多研究指出，有一部分嘅職位空缺呢，其實係幽靈職位嚟噶 ，ghost job posting。企業公開招聘，但係根本呢係冇計劃係請人嘅。佢哋可能早已經內定咗有人啦，但係因為喺官網同埋 LinkedIn 擺廣告，係以示呢個程序嘅公平。更加有啲公司其實係因為想向投資者營造一個我哋正在喺度擴張緊嘅形象，即係形勢大好啊。於是呢，喺凍結咗人手嘅情況之下，仍然繼續發佈一啲職位空缺。亦都有啲管理層呢，將招聘係視為一種嘅資料搜集，收集下你哋啲履歷啦，以備未來嘅需要。但係佢哋其實冇打算即時去取錄任何人嘅。根據人力資源管理協會 SHRM 嘅調查，超過1/3嘅企業承認佢哋係曾經保留一啲根本冇意願去錄用嘅職位空缺嘅廣告，目的唔係請人，而係維持形象同埋建立一個人才嘅資料庫。但係咁樣對於求職者嚟講，佢哋投入幾小時去寫求職信、修改履歷、完成一啲性格測試同埋技能評估，
但係而家啲企業呢，話明連拒絕通知啦都會費事話俾你聽㗎。於是應徵者所有嘅心力似乎都係被抌到去黑洞嗰度。當工作變成品牌策略同埋資本嘅敘事，求職者就變為被動於統計同埋演算法嘅數據。更加殘酷嘅係，好多人直至幾個月後先發現自己其實唔係被拒絕，而係由頭到尾都係冇被考慮過嘅。呢種嘅失落感就係發現自己嘅努力係冇效㗎，而等待呢亦都係冇意思。招聘嘅去人性化，當演算法取代咗人與人之間接觸嘅判斷，求職嘅履歷通過機器審核之後呢，候選人面對嘅唔係人，而係另外一套更加精密嘅系統，預錄咗一啲影片嘅面試啦、人格測試啦、情景決策嘅問卷、AI 表情分析、語音辨識。企業呢聲稱呢啲工具可以消除偏見，提升效率。但係真正被消除嘅就係判斷一個人嘅能力同埋佢嘅質素係唔係值得信任呢？申請人對住個鏡頭回答一啲預設嘅問題，系統就根據你嘅語速、情緒曲線、眼神接觸，甚至聲音震動呢，去計算自信同埋文化嘅匹配度。如果某人佢天生講嘢嘅語調係較為平淡，又或者因為文化差異避免直接去對視，咁 AI 呢就可能俾佢較低嘅分數啦。佢哋被拒絕可能只係因為佢哋唔符合演算法中定義嘅理想人格啫。呢啲一切好似好冷靜、好理性、好公平，其實係深刻咁改變咗職場嘅價值。當企業以效率為先，以風險最低為量化啦。咁樣嘅制度係鼓勵咗模仿同埋公式化嘅表現。嗰啲懂得點樣迎合測試，點樣去根據題目嘅邏輯建構完美答案嘅人，比真正具備創造力同埋洞察能力嘅人更加係容易被取用。招聘變成一道嘅關卡，用嚟剔除一啲不可以控制嘅變數，而唔係去發掘一個真正值得去訓練嘅材料。就係連推薦信呢都冇乜意義嘅。為咗避免法律嘅風險，好多企業只係願意提供一啲任職日期同埋職位嘅稱呼。佢哋唔評論品格，唔評論能力。推薦嘅制度從過去信任嘅證明變為一種毫無內容嘅流程嘅文件。而 AI 嘅加入呢，將呢一切推向極端，因為佢根據語言嘅風格係推測人格，根據履歷空白推算忠誠度，同埋亦都根據佢哋喺社交媒體嘅活躍程度推算價值觀。當系統被設計為寧願錯失人才，亦都唔想用錯人嘅風險，咁樣嘅時候，獨特性就成為一個可以被捨棄嘅代價啦。呢種完全丟棄人性化嘅招聘流程，令到職場失去溫度同埋遠見。佢能夠睇得明嘅係數據，而唔理解個人最珍貴嘅質素。高學歷低回報嘅世代，即使順利完成學業，通過履歷嘅篩選同埋面試，踏入咗職場之後，好多年輕人先真正意識到挑戰先係啱開始。擁有學位同埋全職工作，唔再能夠保證能夠負擔獨立嘅生活。背後嘅原因往往在於一啲實質嘅自身嘅停滯、生活成本上升同埋學債壓力。呢啲共同壓縮咗年輕人邁向成年人生活嘅空間。根據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同埋勞工統計局嘅數據，過去20年，美國嘅年輕人實質收入幾乎冇成長過，但係同期租金、醫療、教育費用卻係幾倍咁上升。同樣嘅情況發生喺加拿大、英國同埋澳洲。對於好多人嚟講呢，大學嘅學位已經唔再係通往中產階層嘅門票，而係成為一個債務嘅起點。唔少來自哈佛、哥倫比亞、倫敦政經學院呢啲名校嘅畢業生呢，佢哋係孭咗10萬以至20萬美金嘅 student loan， 而喺國際學生嘅層面嚟講呢，成本更加高。佢哋同時都要承擔簽證嘅限制同埋就業市場飽和嘅壓力。呢啲嘅現象喺學術上面被稱為 underemployment， 就業不足。
即係話受過高等教育，卻只係能從事一啲低技能、低薪，甚至唔需要學位嘅工作。佢反映咗一個更加深層嘅結構問題：教育回報同埋收入脫鈎 （education income decoupling）。社會嘅整體教育水平係提高咗啦，但係收入同生活嘅條件冇同步改善到。現時喺歐美國家，大約有3至4成嘅新鮮人係跌入呢個咁嘅狀態㗎。職場之所以顯得越嚟越難進入，係因為門檻不斷喺度提高，但係回報就冇提高到。企業要求學歷、實習、認證、語言能力同埋人脈，但係提供嘅起薪佢係停留喺10幾年前嘅水平。於是整整一代嘅人生節奏係被推遲咗，佢哋唯有同父母一齊住啦。至於結婚、生細路仔、買屋，全部都變為有條件先再講啦。問題唔係在於個人唔努力，而係環境正在重寫咗一個成年人嘅定義。唔係一代人變弱，而係舊劇本失效啦。好多年青人喺進入職場之前已經感到疲倦，佢哋努力考好成績、實習、參加比賽、寫履歷，佢係一次又一次喺無聲嘅投遞之中開始懷疑到努力係唔係有結果呢？當你總係收唔到預期嘅回應，人係會自然降低情感投入，以免再受傷。外界就係話呢啲叫做躺平，西方叫做 quiet quitting， 本質都係一樣嘅。當努力同埋結果脫節，人係自然會選擇保留真誠同埋熱情。長輩嗰代成日話：哎呀，我哋嗰陣時候仲辛苦啦。但係真正嘅差異在於，過去嘅辛苦，我哋係能夠收成正果。讀大學嘅機會雖然係少，但係屋價係相對可以負擔。企業願意培訓新人，只要肯捱，喺社會上面向上流機會係合理期望之中。如今嘅困境係努力好似一條冇盡頭嘅走廊，燈光昏暗，嗰啲門係冇打開到㗎。原本世代相信嘅嗰套人生劇本，讀書畢業、工作安穩生活，已經冇辦法實現啦。因此社會嘅路線圖係過期，屋價、student loan、AI 同埋全球競爭塑造嘅新世界，上一代嘅劇本已經用唔到啦。真正應該做嘅係學會重新設計自己嘅路徑，喺呢個咁唔公平嘅現實之中，揾翻一個主動權。困境係好多年青人冇辦法喺舊劇本同埋新現實之間揾到一個銜接點。真正崩潰嘅係社會契約。我哋作為父母呢一代，仍然鼓勵子女去努力，卻係默許制度未必喺短時間之內會回應佢哋嘅努力。未來仍然可塑，但係唔能夠交俾演算法或者舊劇本。解決呢一場困局，社會需要重新重視工作。首先係一種人與人之間嘅合作同埋承諾，而唔係資料輸出輸入。演算法雖然可以好快咁篩選履歷，生成答案，但係睇唔到一個人克服種種試煉同埋困難，一步一步咁去選擇付出努力，蛻變成為一個更加強大嘅自我價值。真正值得珍惜同埋重用，仍然係嗰啲能夠理解世界、創造作品同埋成果，並且清楚表達自己思考嘅人。上一代嘅舊劇本雖然已經過期，但係與其等待有一日制度會變翻好公平，咁就不如主動去建立一個談判嘅能力。呢個就係讓自己能夠被人睇得見，而唔係等待被選中。企業當然係仍然需要解決真實問題嘅人啦。社會仍然會為創造價值嘅人留出一個空嘅位置，唯一嘅差別在於你係唔係擁有被看見嘅方法，即係話 differentiation not competition。 呢個就係我做呢個系列嘅原因。如果你聽到呢度內心有共鳴或者焦慮，咁代表你仍然喺度揾緊一個方向。從下一集開始，我哋唔再停留喺問題分析，而係帶你建立一套可以執行嘅 roadmap。無論你係學生準備就業，或者已經有幾年嘅工作經驗，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可以喺 AI 時代改寫你未來嘅10年呢？如果呢一集嘅內容對於你重要，請留言話俾我聽你嘅處境或者問題，我就會根據大家最真實嘅需要，分享實踐策略，一齊規劃屬於你嘅職業路線圖。訂閱 Coach 教育無限，分享俾正在迷茫嘅朋友。
未來唔係等待公平，而係學會主動設計。我係 Coach，下集見。